欢喜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中后里后科路3段，深夜有改装车来批车，这个引擎声隆隆叫，有够噪人耳，甲人吵架无法度路面。大甲警察分局接到民众的投诉，随着调路口的监视器，而且通知其中一个白色车的车主到案说明。这个车主认路，讲伊无挂车牌，甲另外一台黑色车咧批车，封开罚单路。警方嘛甲路封起来做路检，要防止阁有人来批车。台中后里区后科路3段，进前有真一台改装车，趁假日暗时伫咧驾车，附近的民众发现吵甲困袂去，大家警分局接到投诉了后，随着路口监视器过滤身份了后，并且通知其中一个白色车主到案说明。未悬挂车牌，第二个就是在路上危险驾驶，甚至我们还以公共危险罪跟他函送检察机关来办理。到案的白色的车主嘛，甲警方承认讲，迄一天是看到盲道去走，这也无挂车牌，甲另外一台黑车咧驾车。警方除了依法开出真侪张罚单以外，嘛实施路检。警方嘛强调讲，目前正咧清查另外一台黑车的车主，要求伊到案说明。未来嘛加强后里地区的巡逻，绝对无容忍这款驾车的行为。